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嘅 podcast 電影感感感，我係節目主持人 Eric 曾小泓。咁今集咧其實係嚟到2026年嘅第一集，咁我都祝各位聽眾咧就新年快樂啊，睇多啲好戲啦咁樣嘅。咁咧我哋咧都係延續翻呢一季嘅電影感感感嘅主題，都係環繞翻咧大衛博維爾嘅香港電影王國嘅一本書啊，咁去討論。咁我哋其實可能之前嗰集咧大家都有聽到咧，其實我哋就揾咗蒲鋒先生就去講呢個動作片，特別係古裝，可能係一啲武俠功夫片等等。咁我哋今集咧就請咗兩位都係我哋學會嘅會員，包括咧就係 Bobby 查柏朗啦，咁仲有咧 Derek 咧就林漢光，咁一齊同大家傾下動作片。今次講一啲可能時裝即係現代片，我哋一個續集咁樣咯。咁我哋咧就同兩位去傾下，咁究竟其實我哋話喺香港我哋嘅黃金時期咧，其實一直都產出咗製作咗好多好優質好吸引到無論係本地以海外觀眾嘅一啲動作片啦。咁我諗不如先同阿 Bobby 傾下，咁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咩觀察到，或者你有冇啲好深刻好多印象同大家去傾下呢啲戲咧咁樣？可能翻去David Bordwell 啦，本身佢都有引用到即係李卓圖嘅觀點，就係其實佢講到喺70年代啦，咁嗰陣時其實已經開始一個過渡期啦，咁。因為李小龍啦，咁當時興起咗功夫片啦，咁亦都喺較早之前，即係有話張徹啦、劉家良啦，同埋胡金銓導演啦，就掀起咗嗰個一個武打片嘅或者武俠片嘅潮流啦。咁去到70年代成個時期咧，都係主打呢一個類型啦。咁係去到差唔多70年代尾啦，或者可能講到係香港嘅新浪潮嘅出現啦。咁然後就開始有一啲嘅變化，亦都係可能關觀眾嘅口味啦，即係個市場上面有所轉型啦。咁就係即係大家可能唔再係淨係追求喺即係可能係古裝啊，或者係一啲遠離自己時代嘅一啲時代背景。咁可能會想要多啲當代嘅故事啦，要係發生喺譬如尤其是香港啦，當時係一個即係好蓬勃發展啦，咁就開始有一個大都會嘅城市嘅形象啦，咁就開始去衍生多啲，雖然都係動作片嘅類型，但係就去到現代啦，咁就開始有一個譬如警察嘅形象，就有警察嘅故事啦，亦都有一啲就特別啲嘅，可能甚至去到後期90年代初，我哋會見到一啲比較意識嘅，可能係有啲異托邦嘅想像嘅，對於香港嘅未來啊，或者係成個世界嘅未來啊，咁有一啲嘅投射，咁嗰度都係俾到一個好大嘅舞台去俾動作片去發揮。我諗當中其中一個轉捩點咧，好似頭先阿 Bobby 提到，都係70年代。其中有一樣都係重要，就係嗰個製作上咧，始終我諗係多咗係走出個片廠。即係我諗好似頭先咁講咧，即係新浪潮。我諗走出個片廠，即係變咗更加容許更加多，可能係一個時裝或者所謂拍你頭先講一啲可能嘅警匪嘅動作嘅。因為你以往我哋見嘅就比較上係多係真係匿埋喺一個即係所謂嘅片場入邊拍，咁就比較拍好多即係古裝啊、功夫啊、武俠啊，即係一個比較幻想嘅世界入邊。咁但係去到之後咧，我哋變咗係走出個片廠，就比較容許係用一個城市，好似一個大片場咁去拍唔同嘅類型嘅動作片咯。咁當然啦，當中我哋今日提到好多好出名嘅導演都好叻去拍呢啲所謂嘅動作片啦，即係包括我哋例如徐克杜 Sir 杜琪峰啊，甚至吳宇森啊、林嶺東，我哋都講到好多唔同嘅導演啦咁樣。咁 Derek 又點睇呢一啲我哋話去到呢一個時期，我哋話香港電影即係踏入呢個黃金時期，我哋拍咗呢啲咁嘅時裝動作片，你又有咩睇法咁樣？其實我覺得今次即係做呢個節目咧，有一樣有趣嘅嘢就係其實俾到我哋一種跨時代嘅對話，即係我哋而家從2025年嘅角度去睇翻，譬如70年代啊、80年代啊，David Bordwell 寫呢本書嘅90年代啊，咁你會發覺香港個成個社會變咗好多，同埋即係香港電影點樣去拍，亦都變咗好多。咁我覺得其實而家係俾咗我哋一個機會去睇翻究竟70、80年代嗰陣時係有啲咩社會狀況，同埋我哋當時有個點樣嘅一個電影即係製作嘅模式，係令到當時係可以拍到呢啲戲出嚟，同埋當時亦都有嗰個社會有嗰種觀眾係對呢類戲係有興趣嘅。因為我諗今時今日即係舉例，譬如最近如果你提鄭保瑞，譬如《九龍城寨》、《知圍城》好受歡迎，咁某程度上呢一個 throwback 係即係玩懷舊，同埋亦都係即係所謂話傳承咗好多我哋傳統香港動作電影啊、類型電影嘅一啲做得好精彩嘅嘢，咁好多人都話即係
鄭導演自己都話，即係啲外國觀眾同佢講話 Hong Kong cinema is back 係嘛？咁我覺得我哋其實今次亦都可以探討下就係即係嗰陣時其實嗰個成個社會環境係點咧？即係點解我哋會有一班人係肯去做譬如啲 stuntman 啊，或者亦都當時會有嗰啲武師喺度，有嗰啲傳統喺度啊，或者之前喺即係中國攞嚟嗰啲導演。即係開創先河嘅嗰啲，譬如David Bordwell 都有講，譬如你話張徹或者係胡金銓，係嘛？或者甚至乎你話南方啲嘅，即係劉家良咁樣係咯。咁即係我覺得呢啲都可以陣間都可以傾下，係咯。你提起九龍城日之圍城，我又諗起另一套係2024年嘅香港電影《武剃道》，其實都係一種好似回顧翻我哋香港動作片全盛時期。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武剃道》都記得啦，即係佢係要講話嗰個董偉飾演嘅角色，即係年輕時候係一個即係武師啊，或者一個動作導演咁樣。咁佢當初有一場好似模仿嗰場戲都有啲似，令我聯想翻警察故事，即係喺個尖東商場嗰度跌落嚟啦。即係當然佢又話因為董偉就令到有個替身點樣去令到佢受咗傷，於是就有好多遺憾等等。即係我覺得其實我就去到擺翻喺2025或者而家2026年咁樣，其實都好多人咧去睇翻呢一批我哋呢個黃金時代嘅一啲所謂動作片，但同時間嚟講，我覺得冇睇到得意。其實唔係話完全一味係話覺得嗰一樣嘢係正面嘅，當中有啲亦都係覺得負面，即係例如嗰種拍攝嘅情況啊，或者嗰啲嘢可能係不顧即係嗰啲某啲製作人員嘅所謂嘅生死啊等等，其實都好多反思喺入邊嘅。因為我覺得其實唔同時間睇翻呢批片咧都有唔同感覺，即係當時觀眾梗係好多話好受歡迎、好開心啦，所以好多都係好賣座。但係我哋擺翻喺今時今日，我哋再睇翻呢啲係我哋黃金時代拍嘅動作片，大家又會唔會有啲新嘅觀點或者新嘅觀察，或者兩位可以不妨？我覺得有少少一個潛台詞，即係頭先我睇到社會嘅變化、社會嘅轉型啊。咁我覺得其實武打動作電影啊，其實始終係我覺得同一個藍領或者一個傳統一個陽光嘅嗰個公有文化有關啊。咁我覺得而家其實即係就算你提到武剃道，其實我諗佢都想講嘅即係我哋曾經個社會有班咁嘅人。係咪扮演咗一個咁嘅重要嘅角色？但係今時今日又好似俾個社會淘汰咗，或者被邊緣化，被忽略咗。咁就算 David Bordwell 佢形容我哋即係當時嘅嗰種拍攝嘅形式啊，同埋你話成個動作電影嘅文化，即係我會諗翻嗱，即係容許我政治不正確地講話，即係呢個一個文盲嘅電影文化，甚至乎可以講話一個即係拍俾文盲觀眾嘅電影模式啊！咁如果我哋諗翻香港嗰個地鐵嘅系統，都係70年代設計出嚟啊！咁而家好多人都唔記得咗，其實點解當時設計到每個站都係一個顏色嘅？因為當時好多香港人係基本上係唔識字噶嘛，咁唔識字咁佢設計咗嗰個顏色，你係認得嗰啲站啊。咁我覺得某程度上香港其實係因為一啲社會嘅條件咧，令到佢產生咗一種好視覺嘅文化。咁你發覺佢呢個成個動作片佢哋拍攝嘅嗰種方法，或者 David Bordwell 形容嘅咧，你會覺得佢唔係嚟自一個所謂讀書人嘅文化，或者一個所謂 literate 嘅 culture，而係一個好 visual 嘅 culture 嚟嘅。即係譬如 David Bordwell 提到好多，譬如佢話一啲視覺母題嘅運用啊，或者一啲嘅平衡嘅一種 construction 啊 ，parallel 同 motif 啊，咁我覺得呢啲其實係某程度上係即係唔需要你用對白啊，唔需要講咁多嘢，而係全部一個視覺上，即係佢哋又識得即係好直覺地或者好本能地識得點樣去到拍到係你剪出嚟係連到啲戲啊嗰啲，咁啲外國人有時覺得好神奇嘅，係嘛？同埋你亦都有班人肯瞓身去即係5樓跳落嚟跌落啲紙箱度，咁我覺得其實呢樣嘢我都談到下，因為今時今日有冇咁多人肯去，即係喺呢個社會環境，而家呢個知識型經濟係肯去拍呢種嘅電影咧嚇。係成個風氣都已經改變晒啦。咁當然建基於你啱啱所講阿 Derek 佢分享嘅呢一種直覺型啦，或者係叫做本能式，其實就係好簡單。我哋以前喺香港觀眾所追求嘅就係一種官能刺激啊嘛，一種直接嘅娛樂啦。咁喺 David Bordwell 本書裏邊有一個好正面嘅呈現，就係覺得佢翻去電影史開始嘅時候，即係甚至係一啲默片，其實佢唔係靠嗰種情節嘅推動，而係單純地喺視覺上面你去睇佢動作，就已經可以得到一種官能上嘅滿足。咁呢個喺香港嘅電影史上面，即係尤其是係我哋而家講緊嘅呢一段動作片係特別明顯可以睇到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電影嘅導演係用唔同嘅風格去點樣去呈現呢一種咁樣嘅直接嘅動作，會俾觀眾睇。咁我自己都覺得呢一樣嘢係即係神奇嘅，即係喺呢一段時間亦都講到個尺度上面啦。啱啱都有提到，譬如喺武剃道裏邊所指涉嘅嗰樣嘢就係好亡命啊，即係可能係大家都喺香港啦，尤其是係嗰種好追求急速啦。好追求效率啦，咁所以好多時候係拍咗佢先啦，拍咗佢睇下個效果，咁而係好少會好似係荷里活嗰種規範化，有可能要係 step by step 啊，即係你要攞好多嘅 approval。呢個都睇到好多喺香港成名嘅導演，後來去到荷里活拍片，佢哋所分享翻嚟嘅製作經驗都係話俾佢聽好多掣肘啊。點解呢？就係因為喺香港裏邊導演喺個片場上面已經可以話晒事，佢即刻決定好多嘢。咁但係原來喺荷里活，其實你要改劇本，要好多重嘅審批嘅，咁你唔可以即刻話改就改，或者你見到個環境係咁樣，就即刻去靈活地去轉換。咁呢一個都係香港當時嘅呢一批動作片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咯。因為我諗最主要當時嘅港產片啦，即係全盛時期，其實最主要都係第一批就係嗰個午夜場嘅反應。其實我哋用今日嘅角度講，其實即係好追求一種都係叫做爽片啊。所以其實動作片其實嗰種好觀能刺激啊，或者好視覺上嗰種刺激咧，其實係好重要，多於其實你可能講好多咩微言大義啊，好多大道理。即係我覺得呢一個觀點都好重要。咁所以點解你會見得到嗰期拍咁多，有啲甚至係由頭打落尾，其實個故事甚至個內容可能都唔係話講得好仔細啊，好多嘢喺入邊。即係我諗呢一個都係同當時嗰個午夜場文化、個觀眾文化一定關。但係頭先我覺得 Derek 嗰個 point 咧，即係提到藍領呢樣嘢咧，其實我哋都可能過往我哋電影分析好少用一個好社會經濟角度睇翻。即係嗰種話習武個氣氛，即係我諗有時都解釋得到咧，點解而家所謂有動作片，你有時咧好多時見到最多係打泰拳，最多打嗰啲。其實因為而家你諗下社會上好多時，我哋比較年輕，可能真係去無論男又好女又好，都會去學下泰拳啊，即係好似好潮咁樣。所以你見咁多即係嚟擊戰啊，或者而家咩金童啊咁多。但係相比之下，你諗翻喺戰後，即係好多人其實可能真係去例如好葉問都要教嗰啲咁啊港九唔知咩職工總會，即係教嗰啲飲食嗰啲人係去做打詠春。你諗下嗰個年代係真係確實好多人係去習武啊、學師啊，即係嗰啲咩什麼學咩洪拳啊、蔡李佛啊，即係我諗呢啲都係多多少少影響咗，而呢啲當然亦都成為日後我哋話港產片最主流嘅，無論係武師啦、動作嘅導演啊等等嘅一個重要嘅力量喺入邊咁樣咯。同埋我諗即係香港你話即係本土啲嘅通俗文化啊，即係包括譬如漫畫啊，或者即係所謂嗰陣時啲公仔書啊，其實都同即係武打電影好有關係咯。即係嗰陣時譬如70年代興嗰啲打書啊，都係即係因為當時有嗰個功夫片嗰個熱潮啊。咁啊頭先阿 Bobby 提到，我覺得靈活性方面呢樣嘢都好有趣，因為我覺得即係頭先我講嗰種佢哋形成咗當時嗰種製作嘅嗰種模式咧。你會覺得好多呢啲，你話不論係武指啊，或者一啲動作明星啊，其實即係佢哋基本上就係一啲師傅咯。即係你可以當佢好似一個廚師或者一個裝修師傅咁樣樣。即係佢係透過一路去做嗰樣嘢咧，佢係好直覺地佢知道，即係喺嗰個去到拍一場戲，佢需要做啲咩嘢，啲機位擺喺邊啊，點樣排啊。即係佢未必可以解釋到俾你聽。或者啲好多理論或者點樣樣啊，但係佢係直接落手落腳去做啊。咁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其實係造就咗 David Bordwell 好，即係喺佢本書嗰度佢好 celebrate 嘅嗰一種 craft， 嗰一種嘅即係手工藝啊，即係甚至乎即係點樣去拍呢啲動作場面。咁佢覺得其實基本上即係荷里活係失去咗呢樣嘢，係冇咗，即係香港呢度反而係做到呢樣嘢，就係因為我哋武打片嘅傳統啊。就令到仲有一種嘅咁嘅工匠式嘅一種嘅手工藝去到拍呢啲動作場面啦，係咯，係啊，即係好似呢個展名所講嘅嗰個癲狂過火，其實唔係單單係喺畫面之內咯，而係喺個拍攝方法上，大家話講到係好多傳說啊，即係啲替身係即係有好多嘅犧牲啦，或者係亦都我哋成日都會喺香港嘅，尤其是電影業成日都會講邊個受傷，甚至嗰啲係會係作為一個宣傳嘅賣點，因為大家睇佢真係打緊真功夫，佢真係有好多嘅付出喺裏邊啊。咁回應翻早少少就講到藍領啊或者草根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咪都係香港嘅一個特色咧？就係喺
even 係我細個嘅時候啦，即係成長嘅年代咧，好似都會好同功夫呢樣嘢係好貼近，即使自己係唔識啦。咁但係好似譬如啲咩興趣班咧，都好容易咧就會安排到你去做，無論係中國嗰邊就可能有詠春啊，或者係日本就有即係。都有好多呢方面嘅武術嘅嘢去學咧，咁好似令大家對於呢樣嘢係覺得好親切嘅，即係佢係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咁當然對於外國嚟講就更加係獵奇啦，即係可能佢哋睇咗即係李小龍打得咁勁，咁可能就假設咗話原來中國嘅大家都係打得咁犀利嘅，咁就唔會蝦佢哋啊嘛。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幾有趣嘅，係一個公共形象嘅建構上面係喺功夫片係帶嚟咗好大嘅貢獻啦。即係我哋如果睇翻，譬如喺周星馳嗰套功夫啊，我諗就即係好 feel 到嗰陣時，即係嗰個成個氛圍就係，即係我頭先講嗰種即係所謂唔識字嘅文化。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基層啲嘅，或者一個草根啲嘅一個，尤其是一個男仔咁樣啊，你又即係中意睇下啲古仔啊嗰啲咁，你會揾嗰啲公仔書嚟睇啊，同埋即係你會對嗰個世界好有幻想咯，同埋再加埋即係哇有李小龍呢啲咁嘅偶像係啦，咁呢個係亦都即係影響咗全世界咯，尤其是嗰啲所謂即係第三世界國家咁樣啊，或者美國嗰啲即係城市嗰啲有啲黑人區嗰啲黑人咁樣啊，即係佢哋啲戲院會播李小龍啲戲啊，係咯。因為我睇翻，即係其實當然啦，我覺得互為影響。一方面就係香港呢啲咁出色嘅，無論係功夫片啦，即係特別李小龍出現之後，即係而且佢又帶動咗香港，即係可能大家都可能想學李小龍啊，即係去學下武啊。另一方面，我諗亦都同70年代之後，即係香港，我諗其實個治安真係麻麻地，有啲比較年長少觀眾都知，即係嗰個年代特別好多啲所謂嘅徙置區啊、新區啊，即係嗰啲好多時好多有咩劏死牛啊，或者好多呢啲咁嘅犯罪案，咁好多人咧亦都真係唔係好相信，即係可能。例如執法嘅部門，於是嚟講就會覺得，不如我哋學武旁身啦。即係我覺得嗰種所謂點解會形成嗰個所謂嘅習武嘅風氣，所以咧就慢慢形成個社會。但係呢樣嘢，我覺得係隨住香港可能各方面治安啊，各方面係即係改善啦，或者教育水平各方面提高嘅，呢樣嘢反而就係越嚟越少。即係最多我哋就作為去學嗰啲所謂武術咧，就變咗係好似係變咗係類似健身一種運動，而多於我哋去旁身，即係防止啊邊個忽然間打劫我都識㗎，或者有人可能有啲色狼我都即刻去防狼，即係有呢個咁嘅好大嘅唔同，我覺得呢樣嘢。跟住睇翻季志雄嗰陣時有啲嗰啲戲啊，乘機茶樓嗰啲啊，你就會 feel 到頭先阿 Eric 講嗰啲嗰一種咁嘅氣氛啊。係啊，完全唔同啊！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建基於呢個情況之下，變咗我諗點解啊動作片一路開始好興盛啦？我諗即係互相影響。即係當然你頭先阿 Derek 提到嗰啲所謂打輸，即係公仔書嗰個，亦都係好大嘅幫助，或者亦都互相嘅推動。即係成個流行文化根本就流行緊一種嗰種你話好武打。所以其實當時你睇翻即係70、80年代，其實當時嗰啲教育界咧，即係我最記得即係司徒華嗰啲特別講得多嘅，就係話哇嗰啲好暴力啊，即係過分暴力啊，渲染呢樣嘢，令到佢哋教育界好憂心啊。點解學校個個就喺度打啊？所以嗰時如果大家記得有啲嘅學校哇打到飛起啊，即係嗰個情況，我諗係成個氣氛影響到。咁而家我諗相對打，我諗都好耐都冇聽過啲咁誇張。但係以前我記得我哋細個成日哇嗰啲學校打飛起咁樣，隔離有間醫院啦，啱晒送晒去嗰邊啦咁樣。即係如果再早啲60年代就有嗰啲連載嗰啲武俠小説啊、金庸啊、古龍啊嗰啲啊，咁嗰陣時亦都即係配合翻當時亦都有一啲，譬如你話啊邵氏又好啊、張徹白嗰啲戲啊，或者係啊胡金銓佢嗰啲武俠電影啊，咁到喺到70年代就真係係有李小龍嘅影響啊，成個功夫片嘅熱潮就好多呢啲。係咯，打輸嗰個文化係咯。咁但係例如你90年代你喺美國讀書嗰時，咁你再接觸到嗰邊，咁點睇我哋香港呢批動作片點樣？係啊，其實即係90年代，我又覺得係即係嚟到另外一個階段啦。咁嗰個階段喺美國，尤其是因為Quentin Tarantino， 即係我嗰時讀緊中學，啱啱就係入大學啦，即係危險人物好 hit 啦。咁啲人即係睇翻，譬如落水狗嘅時候會講，哇喺《龍虎風雲》即係攞出香港片嚟拍。咁嗰時我記得大學嗰陣時咧播好多港產片嘅，我學校即係個 cinema 咧成好多鬼仔去睇嘅。《龍虎風雲》啦，跟住譬如我仲記得有一段咪尖沙咀地鐵站啊，周潤發喺嗰個扶手電梯喺度上落嚟，一嘢跳啊，哇都拍晒手掌嘅，係即係睇到好 high 嘅。仲有邊幾套啊？徐克啦，刀啊！我記得嗰陣時有放刀又係，哇！啲人睇到哇拍爛手掌咁啊！最尾嗰場話即係咁鬼快嗰段，又有幾個嗰陣時啲香港導演係請咗過去荷里活嘅，
咁佢多數佢哋就即係嗰個洗禮嘅過程都要拍一出上格雲頓嘅戲啊，咁多數就即係一有上格雲頓，其實已經即係件事係搞笑咗㗎啦。不過其實佢哋都即係拍到一啲精彩嘅嘢出嚟啊！即係如果你有睇嗰陣時，即係譬如終極標靶嗰啲咁樣啊，都有啲睇頭嘅，有啲可取之處嘅。即係我覺得 Boswell 有啲 harsh 嘅，即係其實佢本書度佢對阿吳宇森嗰套奪面雙雄咧，佢都好嗤之以鼻嘅，即係佢覺得佢即係去咗荷里活就即係拍唔到香港嗰種味道出嚟啊！咁但係其實嗰出我覺得佢已經即係你冇可能即係喺嗰邊以荷里活平時佢嗰種嘅製作模式啊，佢冇可能真係完全搬到晒香港嘅嗰一種啲特技人員啊，所有嗰啲嘢啊，啲武師啊嗰啲啊，咁所以變咗佢，我覺得喺嗰出其實佢都 keep 到好多佢自己個人signature嗰啲嘢啊，咁但係嗰陣時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又係一個好中意睇電影嘅人喺美國，即係當然係好崇拜吳宇森啊！即係嗰陣時哇，喋血雙雄，我諗我嗰陣時睇咗20幾30次都有份，即係因為嗰陣時係錄影帶文化，仲未有internet 啊，咁嗰陣時有柄 VHS 帶係哇狂睇咁樣啊，即係哇咁正嘅呢套戲，咁之後亦都當然好期待奪面雙雄啊！咁嗰陣時我諗係90年代，亦都係因為即係冷戰之後啊，即係好似全球化係有個蜜月期咁樣啊。咁嗰陣時啲人係對所有啲 fusion 啊、crossover 嗰啲嘢係好有興趣嘅。即係嗰陣時啲人亦都好 open， 即係哇香港片或者睇啲鬼仔睇啲日本嗰啲漫畫啊、動畫啊嗰啲啊。咁所以變咗嗰陣時啲港產片其實係尤其是動作片咧係好多人追捧喺美國。我就反而係調翻轉啦，因為即係我冇生長喺嗰個喋血雙雄好即係爆嘅年代啦，咁我第一出睇吳宇森嘅戲就係奪面雙雄啦，即係我認識吳宇森嘅槍戰場面咧係嚟自 Nicolas Cage 同埋阿尊特拉華達嘅，咁後來先至去追溯翻喺吳宇森成名嘅嗰一批嘅片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咯，即係包括黃志強都係我第一套睇嘅，其實係無字頭4殺手，咁所以我對於香港導演認識咧係睇佢哋嗰陣時就啱啱係90年代嘅尾去拍荷里活大片啦，咁就哇原來喺香港都可以出到去荷里活嘅，即係當時其實應該啲報紙啊、宣傳啊嗰啲都好強調呢一點啦，咁我就覺得哇係好有趣咯，但係而家就好難可以做翻嗰陣時嗰種風潮。香港做得耐唔耐啊？嗰陣時嗰啲即係呢啲荷里活片，即係香港導演拍嗰啲，譬如 K.O. 雷霆一擊嗰陣時有冇睇啊？徐克嗰套 K.O. 雷霆一擊應該就做得短啲啦，奪面雙雄就幾賣得嘅，Okay. 即係真係商業大片，大家都會去睇，好開心嘅嗰個狀態。應該奪面雙雄係喺香港係啦嚟講係反應最好，即係其他嗰啲都 OK 啦，即係都係標榜翻香港嘅導演啊，跟住成日話有上格雲頓啦，即係而家變咗去香港導演去親荷里活就差唔多，即係一定要夾住上阿雲頓先。即係嗰堆係變咗溝片啊，即係嗰啲咩 Double Team 啊，又有 Dennis Rodman 啊，同埋點講咧？其實好得意嘅，佢哋嗰時去應該亦都香港電影，即係差唔多高峰到頂，都差唔多慢慢開始，因為你90年代中都已經慢慢走下坡嘅一個開始咯，咁樣咯。咁我覺得得意嘅，但係我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都可能係一啲武指啊、武師，但係我哋都必須要提翻，就其實佢哋嗰幾位即係導演，其實本身都係冇呢個武打底啊，即係呢個好重要啊！即係要對比翻，例如我哋之前同阿蒲鋒講開，即係李小龍或者可能劉家良嗰啲，佢就好多所謂嘅真功夫，即係例如你而家吳宇森啊，或者可能係林嶺東啊，或者杜琪峰嗰啲，佢哋好多反而係我哋嘅電影語言啦，即係無論剪接啊、鏡頭嚟係去製造嗰個動作效果，呢一個我覺得其實亦都係呢一批動作片可能同上一代即係前輩嘅都可能另一個分別喺入邊咯。Boswell 我哋提到好多有關即係風格化嘅處理啊，咁佢就有時提，譬如有啲咩傳統影響咗呢樣嘢啊，譬如京劇嗰啲咁樣樣啊，咁大家對即係呢方面有咩睇法咧？即係香港電影對動作場面嗰種比較風格化嘅處理。我諗Boswell提出一個比較重要嘅一點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實例去印證，就係似乎香港拍嘅動作場面係冇荷里活嗰種咁規範化嘅，即係佢哋嗰啲機位咧係頭先都有講過，就係其實係因為靈活性啦，所以其實佢又可以用到好多種唔同嘅鏡頭去拍啦，尤其是係應該係徐克所執導嘅作品啦，咁而香港嘅電影又係要追求快啦，個效率上啦，啱啱之前講到有午夜場文化啦，咁可能直接係促使到咧
香港電影嘅每一格咧係越嚟越短嘅，即係好似以前即係我哋睇翻啲功夫片，其實佢哋講求真功夫，好多時候就唔會有個剪接啦，即係佢有一個長時間嘅鏡頭去捕捉住嗰個動作。咁但係去到我哋講緊呢批時裝動作片咧，就真係好快啦。點解我哋會覺得咁刺激？因為其實係每一格都係留好短嘅，即係佢用一個 Boswell 嘅說法就係一個構成剪接啦，就係用一啲特寫。然後你就可以聯想到嗰個動作係幾咁刺激嘅，譬如係Boswell其中一個，我覺得係成本書裏邊最厲害嘅例子就係講到執法先鋒係袁葵嘅，佢只不過係一個應該係幾十秒嘅鏡頭，但係佢係用咗2板紙去逐格去講佢點樣去拍嗰個手扣住咗唔同嘅賊嘅嗰一幕咧。但係真係好短嘅啫，即係如果你真係播翻出嚟執法先鋒咧，其實係好細嘅一個動作場面，但係咧佢竟然喺咁細嘅動作場面裏邊都分到咁多個鏡頭，係仲要係唔同嘅角度去拍嘅。咁呢一種係我諗係香港嘅嗰批動作片其中一個好厲害嘅地方咯。咁你喺徐克好多唔同之後嘅電影都會見到啊，譬如就算係金玉滿堂咁啦，金玉滿堂其實唔係一個動作電影啦，但係佢都會用好多嘅動作場面咧去展現人同人之間嘅關係，我覺得香港電影其中一個或者動作片嚟講係幾厲害嘅就係，其實佢動作唔係真係為展示動作嘅，佢好多時候一啲動作戲係會令到我哋知道嗰人嘅個性同埋佢哋角色之間嘅關係。咁徐克好多戲都可以做到，金玉滿堂即係張國榮同袁詠儀嘅角色，佢哋嘅結識點解會咁快可以建立到個感情關係咧？其實係冇文戲去交代噶嘛。其實就係第一場即係佢哋入到去阿羅家英呢個師傅啦，咁就想玩下張國榮嘅角色啦，就要佢去劏魚啦。咁所以就透過佢搞唔掂嗰條魚啦，由個廚房玩到出去出邊，跟住騷擾埋啲食客啊，個魚點樣喐啊，點樣捉翻佢啊，咁就喺用呢啲鏡頭裏邊，阿張國榮同阿袁詠儀即係點樣喺裏邊建立到佢哋嗰個默契，或者係亦都係去到最後就身體上面嘅接觸啦，即係因為條魚隔住，然後冇咗條魚就佢哋兩個錫埋一齊攬埋一齊啦。咁呢一啲就係我覺得喺香港動作片睇到好多好有趣嘅地方，佢點樣運用一種動作，即係演員嘅身體嘅移動去做好多唔同嘅類型嘅，包括係即係動作場面就純動作嘅示範啦，或者係一啲喜劇啦，去搞笑啦，或者係 even 係感情上面嘅建立。咁頭先講徐克、吳宇森都係啦，喋血雙雄都係好明顯嘅。同埋佢，我見阿 David Boswell 佢都好中意咧，即係可能我一套港產片嘅例子，同一套荷里活嘅即係相關嘅一個動作片嚟到做一個對比啊。咁多數都講即係美國嗰個就拍得好差咁樣。咁譬如佢又話，即係香港嗰啲咧就嗰啲動作場面咧拍到一種節奏感啊，同埋可能佢即係香港嗰啲電影人佢哋好重視嗰個形式啊，咁變咗嗰個 expressivity 就強好多啊。舉例譬如嗰出《辣手神探》，佢有一段係講嗰個周潤發白成塊面都係即係有啲麵粉咁樣啊，白晒咁樣啊。咁嗰一刻佢又係好短嘅啫，即係嗰一段。咁但係阿 Boswell 都係即係逐個鏡頭咁分析咁樣啊，佢點樣跳過去，即係由左邊去到右邊嗰一種嘅推動力。咁去到嗰一刻咧係有個佢話係 pause 一 pause 靜止咗，跟住先開槍。咁跟住又再靜止翻啦，咁佢話呢個都係一個好典型，即係喺香港動作片會揾到嘅一種嘅 pattern 咁樣啊。係佢用打停嚟形容啊嘛，即係喺好多唔同嘅動作片嘅場面示範上面。咁嗰場我記得佢就係攞好似 Die Hard 有一場打鬥，咁佢就話 Die Hard 嗰場就完全係嗰兩個人同埋成場戲嗰個佢哋嗰個戲劇性嗰個關係啊，就。即係冇一個 articulation 咯，即係冇拍到任何即係特色出嚟啊！即係純粹打死咗佢就係咁多啦。咁但係嗰個辣手神探就係佢又 set 咗嗰一刻佢跳到去成塊面白晒，好似直位咁樣樣。咁跟住嗰度就係啦，即係停一停，跟住就打，佢又停咁樣樣係啦。佢就覺得香港嘅動作片就係即係形式上就係有呢一種嘅即係美感喺度咯。咁但你點睇？你覺得佢呢個觀點點睇？因為記得上次嘉明就講過嘅，佢話會唔會有時都係隔離飯香，即係覺得阿 David Boswell 因為咁樣。
你點睇？即係佢，因為嗰次其實佢係多嘅，即係例如我哋今次個影展揀嘅天羅地網，即係佢都同對 Untouchable 去一個比較啦。即係 Bob Well， 當然啦，佢好嘅地方就可能係佢作為一個外國學者，就睇到一啲我哋香港人冇留意嘅嘢啦。但調翻轉會唔會有時咧，亦都對於我哋香港可能比較過分，可能有啲美化咗，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即係你嘅觀察過，佢對嗰啲荷里活片係幾 harsh 嘅，即係我都有翻去攞翻啲有啲佢提過啲場面睇下，即係譬如佢話《魔域奇兵》啊，應該係 Indiana Jones 第二套《魔域奇兵》，佢話即係開場嗰度嗰啲打鬥咧拍得好渣啊，咁佢就攞嚟同刀馬旦嚟比咁樣，咁刀馬旦即係佢哋喺個劇場嗰度有一場嘅打鬥啊。咁我又睇翻呢個《魔域奇兵》，我又覺得就未必有佢講到咁差嘅，即係嗰場戲都有啲元素，有啲 props 啊，啲道具係一個解藥同埋一粒啲寶石嚟嘅。咁我啲寶石就即係有人倒瀉咗一紮冰咁樣啊。咁我個寶石就同嗰啲冰粒就即係撈埋咁樣啊。咁嗰場戲都有啲即係處理係 OK 有趣嘅。咁但係阿 Bob 就講到話即係即係 Spielberg 已經唔識拍動作啦，即係我應該跟香港啲導演學下嘢啊。Bobby 點睇啊 Bobby？ 咁史提芬史匹堡就唔係淨係追求嗰個動作戲咯，而係整體上面嘅場景調度啊，點樣去推動啲情節啊。咁港產片弱就弱在通常係啲情節與情節之間嘅銜駁啊嘛。咁呢方面就係不及荷里活嗰種，即係佢已經有一套嘅製作公式啊，有一個完整嘅劇本俾你去跟。咁嗰個我諗係一個唔同嘅喜好上面嘅取捨，多過係真係一個高與低啦，咁但係當然你講製作水平一定係荷里活會高過港產片好多啦。咁但係港產片佢勝在就係頭先都有講過係混合類型啦，即係有好多嘢，譬如好似荷里活拍警察就淨係拍警察為主線啦，咁或者係拍賊匪就係賊匪為主線，係香港去諗到我哋可以雙線嘅，我哋有警匪片，我哋去拍雙雄片，咁呢一種就係香港佢吸收咗好多外來嘅元素，然後去轉化成為一種好本地嘅元素。咁我覺得呢啲就係港產片，即係點解 David Bowie 咁欣賞，或者我哋香港嘅影迷點解會對於嗰段時間嘅港產片咁着迷嘅原因咯。同埋我諗，即係有一樣嘢就係，好似頭先阿 Bobby 都講少少，即係我哋因為始終即係個製作成本遠不及荷里活啦，即係我哋就做到一個所謂咩借渣價錢煮出燒鵝味道嗰樣嘢，即係能夠係即係限米煮限飯啦，即係你有咁少錢，你咪盡量將就，但你做出嚟嗰個效果亦都唔輸蝕俾其他嘅電影，即係呢樣嘢。同埋我諗另一樣好成功就係香港特別時裝動作片係好充分利用咗嗰個都市嗰個空間，即係所謂嘅實景嘅空間。即係好似頭先阿 Derek 都提到，即係《龍虎風雲》周潤發，大家記得，即係佢點擺脫跟蹤嗰場戲嘅，成場戲係由彌敦道一路由佐敦一路跑到去尖沙咀，跟住由地面就跑入去地鐵站，地鐵站都中間又有轉車啊，諸如此類。咁我覺得嗰樣嘢咪利用咗一個香港好稠密或者好狹窄、人又好多嘅一個空間入邊去玩咯。即係我覺得香港，即係點解我哋咁多嘅影迷，無論本地或者海外，我哋咁難忘，就係因為佢有啲場景用得好好，即係又例如《拿手神探》一開場嗰個咁嘅舊式嘅茶樓，即係大家記得嗰度玩咗好耐，咁但係嗰個亦都係好難得啦。咁嗰條樓梯又可以咁樣，即係我覺得係中間可以做到好多唔同空間啊，令到你好深刻嘅印象咯，好多記憶點啊變咗喺入邊。同埋即係順帶一提咧，嗰個《龍虎風雲》嗰場戲咧，有個位好好笑嘅。如果大家有機會再睇翻咧，周潤發啱啱落嗰個扶手電梯嘅時候咧，旁邊有個場記嘅，嗰個場記咧到佢落咗去，佢走入個地鐵入邊咧，嗰個場記企咗喺佢旁邊嘅，同一個人嚟嘅，即係仲快過變魔術咁樣，即係仲快過周潤發已經喺嗰個地鐵嘅車卡入邊啦。但係有時嗰陣時啲香港啲戲就會有呢類咁嘅蝦碌場面咯。冇錯。但係就好，即係我哋今日睇翻就好精彩嘅，其實係咯。呢個都令我諗起，即係另一樣嘢就係原來香港其實就可以用嗰個好狹窄嘅空間去拍嘅時候咧，咁就睇到個角色裏邊係有更加緊湊嘅張力啊。尤其是我覺得吳宇森嘅戲都好常去表現，就啲人物係好肉緊啊，好歇斯底里，又係其中一個我哋睇到嘅癲狂過火啦，所謂或者係我哋點樣去踩盡佢去到底線嘅。咁喺港產片呢樣嘢係成日都會見到咯。咁尤其是係可能就係我哋睇到我哋嘅城市空間上面咧嗰種好逼仄啊。咁你睇到《喋血雙雄》即係我哋走上一架電車，阿李修賢嘅角色點樣係離遠去望到嗰個犯人
然後佢仲挾持人質下點樣去處決咗個犯人咧？咁呢啲係一種喺其他嘅地方嘅動作電影可能會比較少會睇到啊咁多呢一啲喺鬧市上面嘅對詞啊，或者係追逐嘅場面咯。同埋香港電影導演又的確係真係好中意玩一啲可能即係形式上啊或者電影語言方面嘅嘢，就好似 Bobby 提到喋血雙雄上電車嗰段，即係吳宇森諗到即係除咗用慢鏡係收埋個聲嘅。即係哇，好似即係 silent cinema 咁樣樣，去到佢即係掹雞嗰陣時先咧，啪一聲開槍嗰陣時先有聲嘅，但係之前嗰段係靜晒嘅。又或者阿 Eric 頭先提到，即係喺有限嘅資源底下，你點樣可以玩啲好有趣手法方面嘅嘢啊？即係 Bobby 都有提到其中一個經典場面，就係譬如新生英雄銀仔同酒杯嗰段啊。咁呢啲都係即係你話荷里活製作呢啲銀仔同埋酒杯都係啲 cheap 嘅 props 啦，但係佢又可以即係設計一場即係以電影語言而言係咁精彩嘅戲啊，或者就算你話更加簡單啲，譬如槍火入邊踢嗰個廁紙球咁嗰段啊，或者喺商場好靜嗰段啊，呢啲都係一啲又用咗即係一啲都市空間，但係同一時間又係即係佢好低成本嘅情況底下，即係用一啲好簡單嘅元素，就係哇！啲電影語言係玩得出神入化，同埋我哋所講嗰種動作設計咧，其實係喺阿蒲鋒嘅時候都有講到，其實係好有設計感，同埋係一種真係表演嚟嘅。即係我哋觀眾去睇佢嗰啲動作，每一招點樣拆啊，或者係去到現代啦，咁佢啲槍戰佢打向邊邊，佢點樣打翻過嚟，或者要拎雙槍嘅，咁呢啲其實係設計過嘅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講翻荷里活嘅動作片，好似頭先所講到嘅《虎膽龍威》，其實佢就係主要係想解決就係破案或者係要捉到佢，其實就唔會喺中間諗呢啲咁樣嘅招式，就會多數係一啲扭打啊、糾纏。咁但係喺香港裏邊，佢就會有好多呢種嘅你來我往啊，即係嗰種刀光劍影就再轉成係即係子彈上面嘅對決啊。咁後來其實荷里活都學翻香港嘅，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啲90年代嘅水尾啦。咁除咗係導演去咗荷里活之外，其實佢哋都有揾到香港嘅一啲嘅動作指導啦，譬如最出名袁和平啦，咁去幫佢設計咗 Matrix 22世紀殺人網絡，就係會用翻呢種嘅慢動作嘅避子彈嘅，咁佢就係吸納咗嗰種香港嘅嗰種表演性，擺翻去荷里活度，令到佢哋而家佢哋都有 John Wick 嘅系列啦，咁亦都係一個叫做荷里活吸納咗個香港嘅一啲動作片嘅地道特色，去擺喺佢哋嘅工業上面咯。同埋頭先講起城市空間，我都諗到一個咧，其實都係香港拍得特別多，外國都有，但係肯定冇咁多，就係天台。即係呢個我諗，即係亦都牽涉到香港真係好多高樓大廈，而我哋其實呢個都係好似好平嘅，因為天台嘅冇嘢噶嘛。即係第一個天台，但係你諗下，我哋香港幾多嘅警匪動作片成日都係天台啦，即係最經典就無間道啦。即係哪怕其他，即係我啱啱之前冇幾多睇完嘅，即係呢個內幕都點都要跳去天台嘅，即係點樣都係經常喺個天台跳來跳去。即係我諗呢一個天台呢一個場景都係一個我哋話。好似我哋呢一個現代，特別係我哋香港港產片啊，呢啲動作警匪，好似又係經常出現啊，即係成好似好特色咁樣變咗。但係喺外國片，相對我印象都比較少啲咁樣。係，即係我覺得有另外一樣嘢有趣嘅，即係喺 David Booher 本書入邊就係佢，即係其中一個主旨啦。呢本書就係去到捍衛，即係香港電影作為一種即係主流嘅商業娛樂咁樣樣啦，同埋一個電影工業啊。咁所以佢成日都話，即係有時拍得出色嗰啲嘢都係一啲舊酒新瓶咁樣樣啊，即係都係一啲大家熟落咗喺一般戲會見到嘅一啲嘅元素啊，但係佢只不過揾一個新鮮啲嘅方法去到包裝出嚟啊。我見佢有用一啲例子，例如喺《刀馬旦》，又或者係《倩女幽魂》咧，都係可能譬如某啲角色要匿埋咁樣樣啊。即係譬如《倩女幽魂》就話張國榮喺嗰個即係沖涼嗰陣時邊個王祖賢沖涼嗰陣時喺匿喺水下邊啦，跟住喺《刀馬旦》就係去邊個葉倩文間房嗰陣時，嗰啲人匿晒喺間房嗰度啊。咁即係兩場戲都係嗰啲 staging 啊，啲場面調度嗰啲係好精彩嘅。咁但係呢啲都係其實一啲基本上一啲好即係好基本嘅場口嚟嘅。咁但係就係喺嗰個手法同埋個處理方面咧，就係做到一啲出神入化嘅嘢啊！咁呢個我覺得 Bobby 都成日強調嘅就係，即係可能香港電影未必係一啲你話好 groundbreaking，即係可能會真係 come up with 一啲咩好新嘅
諗法啊，或者點樣對人生或者世界嘅睇法啊，但係即係以一啲通俗娛樂，大家都知道 expect 會有啲咩嘢噶啦，但係佢就可以揾到一啲重新嘅方法去包裝佢，或者係拍出嚟係令你覺得有新意嘅或者特別嘅。係啊，即係本身應該只係一個文戲啦，然後去交代角色佢哋嘅對白啊進展，但係似乎呢堆港產片都好擅長地咧去諗一啲嘢，又係可能要歸功於之前所講嘅一啲觀眾娛樂文化啦，即係佢哋一定要諗啲嘢，唔好去悶親觀眾，即係你就咁擺個鏡頭喺度講嘢，咁大家就唔得喎，柴台啦，咁所以佢哋就反而要好多用到視覺上面要喐啊，即係要有個動作，咁就去找住觀眾嘅眼球咯。咁我可以用另一個例子啦，即係其實佢都唔算係一個商業類型啊，就係譚家明嘅《殺手蝴蝶夢》咧。其實佢點樣去介紹梁朝偉呢個角色出場咧？佢就係用咗走動呢個概念啊。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就係佢喺一邊就係關海山啦，一邊就係王祖賢啦。佢就係要不停咁樣喺兩邊度來回去踱步，咁去。即係好似一個跑腿嘅角色，咁呢個就係好鮮活地，你唔需要交代嗰個人物係咩人，佢用嗰個行動就去已經表達咗，係好簡潔、好有效率。你唔需要知道佢個來龍去脈嘅，淨係睇佢場面嗰個視覺上面嘅調度咧，就已經睇到梁朝偉呢個係咩人，咁就好成功地去建立咗個角色，令到觀眾即係本來大家唔認識呢個人物，本身大家係個主線係集中喺王祖賢同埋鐘鎮濤段愛情線嘅，突然間成個視線成個焦點就已經去咗梁朝偉度啦，咁我覺得呢啲就係以前港產片好識得運用一啲方法去解決啊，即係如果呢一個文場戲，我哋要介紹一個人物，我哋點樣去經營，點樣去用一個冇咁呆板嘅方法去交代。但呢樣嘢其實會唔會算係失傳咗？某程度而家嚟講，因為呢樣其實都係一啲好工業嘅技藝嚟嘅。某程度呢種場面調度，即係你要喺度打滾好耐。即係我諗係特別佢哋嗰個年代好多所謂紅褲子出身，就真係好熟呢啲咁嘅玩法。即係好似頭先 Bobby 好認同，即係佢發展到個位，其實係好似咩戲都好似都要有啲動作。即係哪怕所謂喜劇或者愛情片，特別最叻嘅嗰個係徐克啦，即係乜嘢都加啲動作去令佢好豐富。因為我諗即係觀眾係唔慣係用大量對白同你交代啊，即係嗰啲佢哋會覺得哇好悶藝啦，用佢眼中。但係呢樣嘢我諗喺當時係好受落，但係去到而家會唔會即係我咁諗會唔會其實我哋呢種咁嘅即係特色，其實可能都已經淡薄咗，會唔會係少咗咧？其實我覺得係嘅，即係點解最近譬如鄭保瑞嗰啲電影係傳承咗某一啲80-90年代港產片會見到嘅嘢，就係咁啱最近我有機會即係同佢做一個訪問啊，咁我問佢九龍城寨之圍城嗰個，即係中間有一段喺嗰個七記冰室入邊嗰度打咁樣樣啦，咁嗰度嗰個空間本身亦都好複雜啊。咁我問佢即係你會唔會即係做 storyboard 嗰啲啊？咁佢永遠都唔做 storyboard 嘅，係因為我諗佢嘅嗰種 training 本身咧，佢係就係嗰種 second nature 啊，我諗已經係變到一種本能。即係佢就係嗰種即係工匠式嘅嗰種手工藝，佢已經慣晒熟晒，即係知道可能即係啲到時啲機位應該點擺啊，到時佢點樣剪啊，咁佢已經即係度晒出嚟，佢又唔需要話點樣去做好多啲前期製作嗰啲嘢啊，係啦，咁甚至乎佢會覺得嗰啲即係阻住成個 flow 咁樣樣啊，咁所以我覺得的確係呢個係當時嗰個成個環境同埋嗰個製作模式係即係令到啲製作人員係有一種方法去到解決呢啲問題啊，即係啲技術上嘅問題啊，係今時今日我覺得係你冇嗰種 training 咧，你未必識嘅。即係阿隧道就即係講到即係即係好易嘅啫，但係佢因為佢做咗好多年啊嘛，係啊，係咯。不過我諗就係呢一種要一個好多業界嘅經驗一路去積傳，先至可以傳承到落去嘅技藝咯。譬如好似最近其實香港都有上咗一部動作片嘅，咁但係佢就會冇咗我哋以前覺得一啲動作係會配合嗰個主角嘅造型，或者係配合嗰個主角嘅個性去突出，然後亦都我頭先所講動作唔係單係動作，亦都可以喺從中建立到角色之間嘅關係嘅。咁呢啲似乎就喺而家我哋睇到，就算想去複製咧，原來都唔係咁容易咯。咁即係我睇到啲演員都好努力啦，即係譬如係殺手井四嘅魏晉生啦，我哋知道佢都係為咗個打戲要去準備。咁但係觀眾信唔信服就係要靠你嗰個動作戲點樣去支撐人物嘅邏輯。咁但係似乎我哋喺新嘅即係嘗試裏邊咧，可能就已經
斷層咗啦，即係可能我哋揾唔翻嗰種，或者應該要再有一啲更加資深嘅動作指導，要去再帶領翻去做翻呢樣嘢。咁其實有人都仲係努力做緊嘅，即係即使我哋講到而家香港動作片式微啦，咁或者我哋亦都未必好滿意嗰啲動作戲嘅效果啦。咁但係其實至少甄子丹真係仲喺度嘅，即係我哋即使對於佢嘅戲可能有其他嘅批評都好啦，但係佢嘅嗰個動作設計係佢嗰種嘅度法啦，點樣去設計嗰一場面嘅打鬥咧？咁可能而家係真係甄子丹咯，係啦。因為冇辦法，始終個製作太少啦，你個訓練唔夠啦，咁呢樣嘢真係熟能生巧。即係我諗嗰時就因為你拍得太多，即係你已經好似已經入晒腦，即係好似你頭先阿 David 咁講，即係隧道嗰啲根本已經好熟啦，已經知道咁樣。佢而家講得好易啦，絕對唔係啦，呢個其實係好複雜啦。但因為佢係都跟阿林嶺東啊，即係嗰啲慢慢去學，即係我諗係一個唔容易嘅。但係我覺得係可惜，因為始終你再新嘅，咁你係真係一年咁少，而入邊亦都當中。大家都更加少，即係個動作類型係少。你見而家即係新導演大部分都唔係拍呢啲動作啊類型，大部分都比較文藝啊或者社會議題比較多，唔係太多係沾手去呢一個動作類型。動作類型拍嗰啲都係翻邱禮濤啊，即係嗰班佢哋啲比較資深導演去拍。即係我諗嗰個對於佢嚟講，因為始終訓練少各方面係有困難，所以係有點而係無奈嘅。我嗰個位。另一方面都要睇，其實而家嘅觀眾係咪仲係可以接收到以前嘅嗰種動作片？因為即係個要求上面可能係不一樣咗啦。咁就算你要複製，其實都未必話可以就咁就令到觀眾接受啊。因為以前我哋成日都會講就係，即係我哋要源自嗰個角色邏輯，點解佢開極槍都仲有子彈啊？咁呢啲其實觀眾到而家係咪都會接受到咧？甚至乎即係你會睇到而家喺網絡上面咧，就連嗰個場景嘅連戲咧，佢哋都會問。但係其實以前我哋唔會噶嘛，即係譬如杜琪峰嘅戲，佢當然係運用城市空間好厲害啦。但係我哋唔會計較佢由一個地點轉去另一個地點，就話佢唔連戲噶嘛。因為其實喺個戲裏邊嘅世界係成立噶嘛。但係而家嘅觀眾似乎佢哋好熟悉呢啲，反而佢哋會在意，反而會去挑剔呢一種咁樣嘅製作。咁另一個近年嘅作品啦，即係我哋評論學會都有俾個肯定嘅，就譬如神探大戰啦，神探大戰都係嗰種好過火啊，即係又係一種好似想重現翻以前港產片嗰種火爆。咁包括蔡卓妍飾演嘅嗰個大肚婆啦，咁但係你好明顯睇到而家嘅觀眾係唔受落佢咁樣去處理一個大肚婆，竟然罔顧一個現實上面要去咁樣走上走落。咁但係喺以前港產片，其實呢一啲嘢係可以賞心悅目嘅，我哋可以唔計較，因為我哋睇到裏邊個動作戲邏輯，我哋覺得嗰個樣嘢喺個電影世界裏邊 work 就得啦。其實有一樣嘢咧，即係今次睇翻呢啲電影同埋睇翻Boswell本書咧，我係好懷念嘅。即係唔知係件好事定壞事啊！即係懷念呢樣嘢，就係配音呢樣嘢。因為咧呢樣嘢其實Boswell冇乜點講，但係我覺得其實係好重要嘅，某程度上對嗰陣時嘅電影，即係佢唔係同步收音啊，即係絕大部分唔係啦。咁因為佢基本上好似拍默片咁樣樣，即係拍嗰陣時啊，係咪？即係有時你可以根本唔係講緊嗰啲對白嘅，係咪？你口喐就得噶啦。咁呢一種嘅拍法咧，亦都其實我覺得 free 咗當時嘅導演咧，即係形式上玩多好多嘢。即係因為你唔使做呢個同步收音呢樣嘢，同埋即係你作為如果香港人，你講廣東話嘅，你一聽翻嗰種聲啊，嗰啲配音員嘅聲啊，同埋佢哋錄嘅嗰陣時嗰一種嘅 effect 咧，你係走入一個時光隧道啊，係翻咗幾十年前嘅香港咁樣啊。咁呢個我覺得其實即係甚至乎我想不如揾人拍一出戲咧，即係講嗰陣時嗰啲 Foley 嗰啲 artist 啊，即係做錄音嗰啲特技嗰啲 artist 啊，因為你尤其是動作片，喂拳打腳踢嗰啲整好多聲嘅喎，即係我都想知佢哋嗰陣時點樣做嗰啲。喂，你一出功夫片或者一出吳宇森嗰啲，哇，全部嗰啲 effect 佢哋嗰陣時點樣拍咧？咁如果你整翻出即係半好似《Singing in the Rain》嗰啲，即係幕後有個人就整晒呢啲動作嗰啲聲嘅，我覺得呢個會幾有趣咯。呢個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就係話今時今日啲觀眾仲接唔接受到咯，即係因為大家好追求嗰個演員嘅真聲啦。咁如果你見到口型唔夾咧，佢就已經出戲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好難可以喺呢個時候重現翻咯。咁另外啱啱你所講嗰種聲音
嘅配搭咧，我就諗起九龍城寨之圍城，其實有好多嘢都已經係想去做足，但係就喺聲音設計上面，其實我都覺得佢係冇以前嘅港產動作片咁豐富，即係包括佢要喺巴士跌落嚟啊，嗰個同步嘅聲音，佢應該要展現到嗰種力度啊，嗰種慘啊。以前我係會好戥嗰個角色。即係會可以進入到個處境，喺個聲音度就會覺得哇真係好大鑊。但係九龍城寨之圍城其實我覺得喺呢方面其實佢又未係去到好似以前嗰種。咁當然我諗可能都係關乎而家時代，又係佢唔會去到個尺度咁盡啦，即係佢唔會即係下下都要去到話爆晒光啦。首先唔會流晒血啦。九龍城寨亦都可能係因為佢想漫畫啲啦，咁亦都唔係以前我哋香港睇到嗰種話真係流晒血啊，或者係爆晒光啊，咁嗰啲聲音啊嘅處理，咁我諗就喺呢方面都係懷念係有嘅，咁但係我就覺得真係未必複製到佢而家嘅電影作法咯。同埋有時即係睇翻本書咧，即係 Bauer 都比較正經啲啦。咁但係譬如佢有一段佢講舊一神雕俠侶嗰度，即係佢點樣處理嗰啲顏色啊，所有嗰啲嘢。咁我睇翻嗰場戲咧，我係笑到即係笑到趴咗喺度嘅，因為佢配音嗰啲咧係好好笑嘅，即係同埋嗰啲聲效所有嗰啲嘢。咁我或者佢即係佢唔講廣東話，或者佢唔識聽佢，或者佢冇特別興趣處理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嗰個成個配音文化，即係譬如我睇翻舊一神雕俠侶嗰場戲，我都懷疑即係嗰啲係咪即係 dubbing 嗰陣時 come up with 嗰啲對白嘅，即係有啲嗰啲抵死對白啊。咁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大家可以思索下，即係睇翻嗰陣時嗰個年代啲電影啊。我都想講下舊一神雕俠侶，因為都真係幾有趣，尤其是我頭先所講到衍生嗰啲嘅即係意識嘅類型啦，即係我哋未必一定係一個現代上面啦，咁但係喺舊一神雕俠侶佢一個好似好漫畫化嘅世界啦，或者後期我哋又見到有妖獸都市啊嗰啲，其實就好睇到港產片嘅嗰種大膽咯，即係佢竟然可以咁樣去表現嗰個世界嗰種色彩嗰種凌厲啊！即係嗰個視覺表現，同埋就睇外國觀眾嘅接收同香港可能都好唔同咯。即係外國觀眾有時真係當呢啲係溝片啊，去睇，即係佢唔會當係一個即係去正統佢哋平時睇開荷里活嗰種電影。咁去翻香港嘅時候嘅觀眾點樣接收咧？我覺得都有趣咯。舊一神雕俠侶當年仲要係好高票房嘅。即係大家係好受落呢一種，咁佢哋當時究竟係即係笑住覺得係好搞笑啊呢一種咁樣嘅，定係我哋而家用翻而家嘅眼光去覺得佢係好好笑咧？咁呢個我都覺得值得研究下。即係佢求婚，即係求婚，劉德華求婚嗰場戲係好好笑，但係佢即係阿 David Foster 就主要講佢即係點樣用嗰啲顏色啊、啲燈光嗰啲啊。咁可能因為當時亦都好多，的確係即係美國好多啲 fan boy 嗰啲啊，咁嗰啲就中意即係港產片就係即係話好 over 啊，所有嘢啊，咁或者佢想避免呢樣嘢，同埋佢亦都佢自己本身佢係即係都係最關注一啲形式上嘅嘢，咁可能佢就唔講太多嗰啲咯，可能。但係啲顏色真係大膽，即係譬如好似就算吳宇森喋血雙雄都係啦，咁你喺葉倩文佢就係一個全白嘅嗰個病房，然後就去諗到佢腦海裏邊投射嘅周潤發就全紅咁樣，係一槍咁就哇啲血，係啊，即係好多呢一啲咯。嘛當然以前張徹都有用開啦，咁所以吳宇森繼承咗呢樣嘢，繼續去做翻喺槍戰片裏邊。唔係，我諗唔同地域嘅觀眾，以前唔同年代咧，真係有唔同嘅接收咯。即係我諗頭先你兩位都有講啦，即係本地嘅觀眾係當時睇呢啲港產片嘅，今日主流戲啦，一啲外國觀眾就真係當溝片啦、小眾嘅電影咁樣睇。咁而唔同年代咧，即係好似頭先阿 Derek 懷念嘅配音咧，我而家即係例如之前嗰啲合拍片好興啊嘛，即係例如你去到啲內地演員咁，佢有時候配翻啲廣東話，我係好出戲嘅。即係例如咩任賢齊片，好似係咪歐錦棠啊？即係同佢配，我一聽我話即係咁樣。我就已經覺得即係好突啊，因為已經太習慣於嗰種咁嘅已經係現場收音，同埋另一樣嘢，可能而家我哋話啲後期製作咧，即係太過先進，變咗我哋再睇動作片冇一種為佢緊張、為佢喐緊啊！即係如果我哋睇，當然以前嗰啲都係做足安全措施啦，起碼都可能鋪下啲紙箱咁樣。但係起碼例如你睇成龍嗰啲或者睇，你會覺得啊有種喐緊佢搭落嚟咁，同埋佢哋又好標榜嗰啲 NG 鏡頭，佢哋受咗傷。咁但係例如你睇而家，因為我哋已經太習慣佢哋好多後製。你睇嗰啲動作上面，你唔會有種緊張，即係你覺得佢哋可能係好安全嘅情況下，可能喺綠幕啊各方面，再 CG 啊等等，即係冇咗嗰種嘅緊張感。我諗即係冇辦法，始終你已經而家我哋個角度啊，或者個科技進步影響之後，我哋好唔同。受傷都已經唔可以做賣點啦，即係可能觀眾都會話嚇，點解你咁冇安全意識啊？
即係呢啲已經係唔同晒成個思維上觀點上 ，Jeffrey 都有受傷噶，但係你唔可以攞呢樣嘢去推廣殺手噶嘛。係咯，所以我諗係成個感覺唔同，所以而家我哋會覺得有時好難複製翻咯。即係我諗成個嗰個拍攝手法，即係我諗其實又去翻我哋我哋嘅節目開頭提到嘅冇睇到都有提啦。你再揾翻呢啲好以前你唔經 approval 你走去拍戲，或者你好多冇保護嗰方面嗰啲嘢，咁其實今時今日係應該都唔 OK 啦。即係我諗而觀眾亦都唔會覺得呢啲賣點係好受落咯。當然我哋係會懷念嘅，我哋都覺得好多好精彩嘅動作片啦，但係冇辦法啊，即係有啲部分嘅地方。亦都真係可能時代嘅唔同，技術上嘅唔同。講多一個個人古仔啦，即係去講外國嘅觀眾嘅接受。即係 David Bordwell 好得意喺書裏邊就講咗佢去一場首映係古惑仔。咁但係喺我眼內睇咧，即係因為我細個都真係有去過古惑仔電影咧嘅放映啦。咁其實全場都係真係啲紋晒身嘅古惑仔。咁當時我嗰時係細個啦，即係屋企人就唔知點解帶我去嗰一場係即係比較夜啲嘅，咁就已經成場都係古惑仔喺度去睇戲啦。咁呢種喺外國嚟講可能係一個奇觀咯，但係喺本地上面嚟講個接收佢點樣去落地就好明顯係完全不一樣。我諗成個社會係即係所謂仕紳化咗，我覺得成件事係乖咗嘅。即係我回想翻即係童年，唔好話講戲院整個各方面治安啊，各方面整體係真係比較差啲嘅。即係你而家感覺上係完全唔同晒嘅。其實你講開呢樣嘢咧，我諗起就係有一樣嘢 David Bordwell 一本書提到嘅就係當時80-90年代嘅嗰種成個製作模式啊，或者嗰陣時嗰個生態底下，即係港產片係點樣講古仔嘅。咁佢咪講即係話譬如90分鐘夠有9本嘅，咁去到中段咧第4本或者第5本嗰陣時咧，佢話好多啲嘢咧係當時係攞嚟攝時間嘅，即係咁佢話即係舉例，譬如佢話《倩女幽魂》嗰度唱 rap 嗰段啊。咁佢話之後亦都有段好似即係拍到好似 MV 咁樣啊，即係都係重溫翻一啲片段，咁又有首歌聽下咁樣。咁如果呢一種你當係即係當時曳啲嘅嗰個環境底下嘅一種陋習啊，咁今時今日你話乖咗嘅香港而家即係成日我哋又話即係訓練下啲編劇又點樣呢樣嗰樣啊，咁你覺得今時今日呢類陋習仲多唔多咧？即係揾整段歌落去試下時間啊，即係呢啲仲有冇啊？都仲有嘅，喺啲賀歲片裏邊會有出現過呢啲場面，但係當然少咗好多啦。本身拍片量都少咗好多啦，咁所以個比例上都會跟住去減咯。但係即係我諗就係講翻我哋即係點解會咁中意呢一堆嘅港產動作片。咁當然唔係因為佢中間擺嗰啲攝時間，但係其實係佢攝時間裏邊都有佢嘅魅力咯。即係佢嗰啲唔關主線劇情上面嘅嘢，但係佢就唔知點解係有嗰啲神來之筆啊！即係我諗大家都會好津津樂道，不停翻睇嘅就係《大內密探008》。大家好中意嘅嗰一場頒獎典禮，其實係同成個主線完全冇關係噶嘛。即係呢個就係周星馳嗰種佢點樣用翻呢一種去發展佢嘅無厘頭文化，其實都可能同你啱啱所講嘅嗰種佢因為要有呢個9本要去娛樂觀眾，咁然後佢偏離咗主線，就慢慢去寫翻呢啲嘢去娛樂觀眾。咁我諗可能喺呢一方面就會有一個另外嘅得着咯，同埋我哋即係本土觀眾，我哋睇翻 rap 嗰段，我哋會覺得好正噶嘛，即係覺得黃霑嗰啲詞啊，所有嘢啊，即係可能Bordwell話純粹功能上嘅攝時間，但係我哋就會覺得即係嗰陣時就係咁雜不冷，同埋學阿 Bobby 之前話齋就係即係總之就唔好悶到個觀眾咁啊，即係俾啲嘢娛樂下佢哋啊，咁即係可能我哋而家咁樣睇嗰個觀點又同。即係純粹從一個形式上去分析，又有少少唔同咯。即係個結構同個形式，因為始終佢都係海外學者啦，咁佢就係會從一個好電影嘅美學啊，佢個風格去分析啦。即係如果我哋在地啲去睇咧，其實真係同整個社會嘅變化氣候有關。即係好似頭先你兩位都講到，即係可能個社會真係唔同啦。即係可能由一個治安問題、經濟問題、教育水平等等各方面咧，係影響到可能點解我哋有動作片曾經有一個咁輝煌，咁而背後其實好多嘅牽連啊，甚至同整個流行文化啦。即係好似頭先你講 rap， 其實可能亦都同音樂都有一個問題去講，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影響嘅。所以點解而家嘅衰落或者比較式微咗，其實都係同我哋整個文化可能好唔同咯。咁但係我哋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其實都再一次咧就多謝 Bobby 啦同 Derek 啦兩位上嚟同大家去分享啦，有關於呢個時裝嘅一啲動作片或者警匪片啦嘅一啲藝術風格嘅嘢。咁我哋咧下一集再同大家再去分享啊，拜拜，拜拜，拜拜。